后来继续来看总统蔡英文顶礼拜宣布，捐赠1000万瓶的喙罨，予美国甲欧洲疫情严重的国家，得到国际的掌声。也毋过国内有质疑的声音，认为是政府来暗降着喙罨实际生产的数量。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以母亲的假事解说予大家听。伊讲以前伊的阿母有甲教过，讲家己欠长内度帮忙厝边斗，这是高贵的情操。讲政府绝对无稳重版的喙罨。另外，跨党派的立委嘛来发起着活动，请民众甲无用到的喙罨捐出来，予国际。口罩国民队出发！响应4月7日世界健康日，跨党派立委站出来，发起民间支援国际防疫计划。我们要发挥我们的大爱，让未来大家想到台湾的时候，就会想到Made in Taiwan， 就是 Love from Taiwan。14天不要把9片口罩都用完，我们国家就可以每周提供国际医护人员1000万片的口罩。防疫期间，喙罨真做重要的物资。蔡总统宣布捐赠1000万的喙罨予美国、欧洲各个国家。立委嘛声援喙罨外交，以每工生产1500万片喙罨为基准。目前台湾2礼拜会当制造2亿1000万片的喙罨，现行的14天买9片制度，实际需求量是2亿700万片，会当加出300万片的喙罨。立委建议，若是一城的民众只有使用一半的数量，就会当省1035万片，援助其他国家第一线医护人员。我妈妈从小就告诉我们，自己吃剩的才要给人家，跟省吃俭用，帮忙邻居、帮忙有困难的人，才是高贵的情操。外界质疑喙罨外交是因为政府暗降实际生产数量，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伊搬出妈妈的假事，强调是利用节约的方式加入喙罨国际杯。